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劇是煲的媽。我嘅頻道係以煲劇為主題。如果你都中意煲劇嘅話，歡迎你訂閱我嘅 channel 劇是煲的媽。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劇係台劇，叫做《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第二部曲。我今次拍呢套短片嘅目的，最主要係講喺第一部曲所帶嚟嘅疑團，喺第二部曲終於解答咗，並且喺第二部曲衍生出嚟嘅一啲嘅問題，觀眾可能會諗起想問嘅，就係將呢啲嘅疑問一一去分享。咁跟住咧，就想講下結局啦。喺結局嘅最後一幕，見到曉彤係行進沙灘，喺沙灘裏邊行向海啦。咁我哋大家 get 到嘅意思就係佢選擇結束自己嘅生命啦。喺呢一幕喺想見你嘅時候咧，都曾經出現過兩個人嘅人物，都係咁樣嘅畫面，讓我哋知道佢係想了結佢嘅生命。但係其實又真係冇講明嘅喎，咁但係點解會睇得到佢真係最後係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咧？有幾個 clues 提示可以睇得到。先咧就係講咗咧曉彤咧再一次咧去跳芭蕾舞嘅用意。我哋喺鏡頭度咧見到曉彤咧再一次踏上舞台去跳芭蕾舞嘅時候咧，我都會有個感覺就係佢終於可以開展佢新嘅生活。但係之後劇情就話俾我哋聽，其實曉彤之所以去踏上舞台咧，只不過想完成一個心願，就係佢同人妖之間嘅約定。喺第一部曲嘅時候咧，曉彤一直咧都好想喺人妖面前咧去表演佢嘅芭蕾舞嗰個獨舞。但係當年咧冇完成到，而今年咧佢就係想完成呢個心願，而佢完成咗之後咧，佢就已經冇再跳芭蕾舞。喺劇情裏邊有交代，當好朋友去問佢會唔會繼續嘅時候，佢話唔會再繼續啦。跳芭蕾舞咧，純粹係因為去完成呢個約定。咁但係佢唔再跳芭蕾舞咧，對於曉彤呢個角色嚟講係有一個重要嘅信號咧，去話俾我哋知道咧，曉彤係冇重啟佢嘅人生。因為第一部曲裏邊咧，曉彤曾經講過，講跳舞就係佢最中意嘅嘢，佢嘅夢想就係跳舞。佢話如果咧我唔跳芭蕾舞，我都唔知我嘅人生可以做乜嘢。咁嗰陣時嘅佢咧係將芭蕾舞咧係成為佢嘅夢想，係佢人生覺得有意義嘅地方嚟嘅。但係去到第二部曲去結局嘅時候咧，佢表達自己咧都唔想再跳，即係話其實可以讓佢有人生動力嗰一樣嘢，對於佢嚟講都唔重要。就話俾我哋觀眾知道咧，曉彤咧係冇重新開展一個新嘅人生，佢揾唔到佢人生嘅意義，連唯一當日令到佢有意義嘅跳舞都唔能夠去重點佢對人生繼續行落去嘅動力。咁第二個 signal 咧就係咧，當好朋友同佢嘅對話裏邊咧，係問佢近來工作係點，曉彤咧嗰段説話講咗好多嘢，但係其中一句咧，佢話佢每日都好攰。咦？咁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啦。點解咧？如果我哋聽翻曉彤咧每一日所做嘅工作裏邊咧，其實唔會令到一個人好攰嘅喎，都係一啲常嘅 energy level，其實係可以形容得到嘅。但係佢突然之間喺嗰段説話裏邊講一講我好攰，已經可以俾我哋睇到咧，其實佢一直嘅精神狀態都唔係咁好。我估計咧唔係個工作而嚟。嘅係佢嘅精神狀態而嚟嘅，佢一個好疲累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話其實佢嘅人生咧係冇乜動力，係冇乜意義。可能嗰段時間嘅佢咧仍然係一個冇乜動力嘅狀態，譬如可能係一個行屍走肉咁樣，先至會將佢嗰啲嘅工作嘅行程咧，佢形容咧話每一日都好攰。咁而呢一個每一日都好攰嘅心理狀況咧，都可以俾我哋知道咧，佢前面冇嘢可以 sustain 到佢繼續生活落去啦，而每一日咧佢好似咧要應付每一天嘅辛苦，冇乜energy 去 sustain 嘅時候，所以對於佢嚟講咧，佢唔單止冇將來，佢又每一日裏邊咧都可能要用好大嘅能量先至去過得到。其實曉彤嗰陣時嘅狀況咧唔係咁 OK。之後咧，佢睇完人妖嘅信啦，咁人妖嘅信入邊嘅內容咧，劇情冇特別去交代啦，都刻意地唔交代啦。咁我唔知道之後製作團隊會唔會突然之間將呢個內容咧去公佈作為一個 gimmick啦，我唔知。咁但係而家去到呢一刻咧，當個劇組冇將嗰個內容或者冇任何嘅 hints 嚟到俾我哋知道嘅，我哋只能夠估啦，係咪？而估嘅範圍同埋估嘅方向又可以好多嘅喎。咁即係話咁信嘅內容係啲乜嘢咧？並唔係最重要，但係封信咧帶起曉彤對人妖嘅思念啊！當佢見到人妖所講嘅嘢，描述翻咧當日咧佢見到周品如嘅時候，佢所
寫一啲嘅心聲啊，寫一啲嘅對話，呢啲嘅嘢咧都帶嚟曉彤咧諗好懷念、好想念呢一個人。而套劇最後嘅結局嘅焦點咧，都係講呢幾樣嘢。第一就係跳芭蕾舞都係對人妖嘅思念；第二咧就係佢每一日嘅生活都好攰啊，好似行屍走肉一樣；第三咧就係當佢睇翻人妖嘅信嘅時候，佢仍然好懷念啊。呢度大概咧已經俾觀眾咧做一個心理準備，都可能曉彤咧就會結束佢嘅人生。而喺睇信嗰度咧有個枝節嘅，就係咧當佢好朋友咧話曾經猶豫過好唔好將呢封信咧去俾佢睇。點解要將呢樣嘢講得咁 serious 咧？嗱，坦白講，如果有一個我好思念嘅人，佢留信俾我，我正常真係俾佢啦。雖然佢好朋友講咗話，佢嘅掙扎好大啦，但係佢掙扎大係啲乜嘢咧？就係其實佢好怕呢封信嘅內容咧係會再一次令到曉彤咧係承受唔到，然後再衍生下一個人格。我諗呢個係佢好朋友擔心嘅嘢，所以掙扎咗好耐，究竟俾唔俾呢封信佢睇？但係最後佢將呢個決定權交咗俾佢啦。所以呢封信咧係一個好關鍵嘅，就呢封信有機會係讓當時嘅周品如忘記唔到過去，又選擇去一個下一個人格裏邊，又唔記得咗過去發生嘅事。不過今次喺個劇情裏邊嗰個嘅走向就有跟以往唔同啦，唔係女主角衍生出下一個人格，而係佢選擇去了結佢嘅生命。點解我會睇到呢個係佢嘅結局呢？因為套劇完咗之後嗰個彩蛋就係喺天台裏邊佢哋慶祝聖誕節。喺天台嗰一幕嘅第一個 shot 咧，係人妖咧瞓喺度遮住自己塊面噶嘛，係阿曉彤嗌醒佢噶嘛。我覺得呢個咧就係象徵住咧，呢個係已經過咗身嘅人妖，佢喺度沉睡緊，就好似一個死咗嘅人咁，佢進入咗個沉睡喺度。咁阿曉彤就嗌醒佢，佢哋相遇啦。而當阿曉彤出現咧，人妖望住佢嗰個表情咧，人妖個樣係好悲傷嘅，唔同曉彤好開心見翻人妖，但係人妖個樣係好悲傷。咁呢樣咧就可以俾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見天台嗰一幕咧，其實係代表咗曉彤已經離開咗世界，佢喺另一個空間咧揾到已經去世嘅人妖，同佢去對話。所以從人妖嘅表情可以知道，曉彤係了結咗佢自己嘅生命。佢其實佢唔想見到曉彤，但係曉彤出現咗，佢就知道曉彤最後嘅結局係了結咗自己嘅生命。而在彩蛋嘅最後嗰一幕，我哋見到兩個波板糖，呢個就係琪琪啦。咁呢個係咩意思咧？琪琪嘅出現咧係有啲象徵性嘅。琪琪咧係啲好關鍵性嘅時刻咧就會出現嘅。即係除咗阿琪琪好調皮啊，琪琪仲有一個特質噶嘛，就係佢會自殘，佢會叫主角去忘記，佢會叫主角咧去熄機，將佢 lock 起來，去一個新嘅人格噶嘛。而當曉彤第一次去自殘嘅時候咧，嗰個琪琪就出現啦。而當夏天晴自殘嘅時候，都係琪琪出現咗嘛。反而咧去到咧周品如嘅時候咧，因為周品如咧一個特質嘅就係咧佢咧係可以比起江曉彤比起夏天晴更加有能力去承受傷痛嘅，佢係更加硬淨嘅。所以當阿曉彤咧好想咧將過去嘅事拍出嚟，要揾阿大偉導演幫手攝錄嘅時候咧，阿曉彤係講唔出聲嘅，喺高中生嗰個嘅畏懼嘅裏邊。但係咧，阿品如咧就會行出嚟同佢講，佢講唔到，我同佢講，佢承受唔到，我可以承受。所以周品如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咧，佢係會比之前曉彤同埋天晴係更加嘅硬淨。所以琪琪係冇咁容易咧，去讓阿品如咧會行向一個好灰暗嘅路線。但係喺結局嗰一幕，嗰個係曉彤嚟噶嘛，所以當阿琪琪咧嘅出現咧，就係要 lock up 一個人嘅生命咧，一個人格熄機啊嘛。第二個咧就係會有暴力嘅傾向啦，好想摧毀對方啦，或者係有摧毀性嘅 idea 出嚟啦。第三個就係自殘啦。咁所以咧，當喺天台嗰一幕最後個 shot 係講波板糖嘅時候咧，其實就知道咧，可能就係當女主角行喺海灘行向嘅時候咧，琪琪出現影響緊曉彤，讓佢再一次選擇熄機。但係今次嘅熄機唔單止 lock up 佢嘅人格咯，而係結束佢嘅生命。所以喺天台嗰一幕咧，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咧，曉彤咧就應該係了結咗自己嘅生命。呢個咧就係大概咧係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有疑團嘅地方。講到呢度咧，我都不得不提，咁呢套劇咧係導演刻意地咧去拍一啲咧而由社會議題衍生出嚟一啲嘅悲劇人物嘅遭遇，佢刻意地讓呢啲沉重去帶出，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如果你睇完呢套劇，你覺得咧好沉重，覺得好悲哀，又或者覺得好灰暗嘅話咧，一
一定要揾人同你去傾，讓你嘅情緒可以去疏導，讓有人去明白你嘅狀況。咁今日我呢個短片講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第二部曲解答疑團嘅短片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意見或者睇法，歡迎喺底下留言，大家一齊交流下。歡迎大家嚟訂閱我嘅 channel 劇事布迪瑪。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